大家好，我係 Olivia。見到我身後邊嘅呢一個 Tiffany Blue 嘅牆，就知道呢個單位嘅裝修唔簡單啦。即刻帶大家睇下呢一個將軍澳廣場嘅兩房改一房單位啊！一入到屋嘅右手邊就做咗個到頂嘅鞋櫃同埋組合櫃，有大量嘅儲物空間。而左手邊呢，就做咗特色牆，非常之好睇同舒服。同埋佢嘅景觀都唔差㗎，好開揚，可以遠望到跨灣大橋，而且仲係向南添。跟住入去主人房度睇下，因為兩房改做一房啦，而且用埋原本嘅走廊位，所以房間嘅空間係非常大嘅。見到就算係一張 king size 嘅床褥都絕對冇問題啊！而且做咗個到頂嘅衣櫃啦，儲物空間都唔少。另一邊呢，就做咗個長方形嘅吊櫃，同埋利用咗窗台嘅位置做一個 L 字形嘅書台，就算兩個人一齊排坐喺度玩電腦都 OK。浴室都有裝修過，浴缸嘅部分改咗做企缸，洗手盆同馬桶就採用簡約嘅設計風格。最後去睇埋廚房，咁廚房呢就維持咗原本嘅裝修嘅，備餐空間足夠，要有嘅嘢都有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即刻 WhatsApp 我啦！